基本工资连续8档拢起，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显示讲，六成4的学生囡仔做线工哦，拢是领上低的时薪。以大学生来讲哦，平均一礼拜做线工17.3点钟，一个月是赚13块。另外，主计总处公布1月到7月的薪水哦是45381块，是增加2.47%，总薪资的成长是1.57%哦。也毋过因为物件拢会起价，实际上总薪资是减少0.67%，嘛是7档来哦头一届出现负成长。用简单好捌的方式教游泳爬水的动作，佮说明伫水内换气的小技巧。伊是读电机系的酷先生，因为伊有救生员的资格，佮透过游泳团课甲救生员2份工作，可以伫校热旺季赚7万块。有爸爸妈妈自己来问我说，能不能教自己的小孩？因为我以前是泳队的，可能跟一般教练不一样的观念。这个29岁是运动心理学的博士生，也是一个韵律体操国手，会当透过视讯教导体操，一节课伊的时薪就会当赚到1500块。在看镜头的时候呢，他会很专心的看老师在做什么，然后老师会看小朋友的动作，然后给他及时的回馈，而不是现场教学抓着小朋友的身体，然后去做到那个正确的动作。基本工资连续起8届，学生囡仔做线工的人较好赚。人力银行公布上新的调查，6成4的学生做线工，领上低的时薪。伫兼顾上课的情况下，大学生平均每礼拜17.3点钟做线工，以平均时薪187块来算，安尼每个月收入约近13000。有过半的同学希望能够应征的是行政助理的打工工作，排名第2补习班的助教人员都遥遥领先第3名的餐饮打工。另外，为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薪资统计结果，会当看到今年1月至7月，经商性薪资平均45381块，年增2.47%，总薪资成长1.57%。按过去除物价因素，实际总薪资是年减0.67%，是7年来同期头一遍负成长。出口订单的一个衰退，让出口导向，让科技业、制造业他们员工的加班费跟奖金是减少的，所以冲击到总薪资。物价像 CPI 年增率还是处于这个比较高档情况下，侵蚀掉整个薪水的一个这个涨幅。另外，7月份制造业收购人数年减4.8万人，也创下14年同月上界大的减少幅度，显示出口衰退持续影响到咱国内劳动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